那讲到2月21，顶礼拜3是世界母语日，文化部拜六伫咧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有办一场台语 flow 生活节，现场台语济表演。不过母语家庭看煞是真失望，批评有一寡检出台语的比例无到50%，阁有踢笑台湾腔讲华语的剧情。文化部嘛向大众来回释咧，表示未来会加强要求台语内容的品质。那么高，哎呀！你们再不赶快给姑婆我开门！顶礼拜六伫台北有一场台语生活节，互人批评有剧团多数用华语演好古婆，互一寡带囡仔来看台语表演的母语家庭感觉真失望。带我囡仔来，做伙去接受这个世界讲台语的人，其实嘛是足济，但是顶悬的表演拢是华语，就足奇怪。文化部伫华山文创园区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，有唱台语歌，也有剧场表演。有母语团体指出，有的剧团演出的台语比例无到50%，甚至有踢笑台湾腔华语的剧情，这是欠缺推广母语和语言平权的意识。而且，摕台语主流化经费所做出安尼成果，因认为文化部伫咧品质的监督有疏失。国家即马拨经费要来做即个语言的复兴，就是爱拍破过去的刻板印象，爱提升咱的，就是爱去互即个语言平权，做甲较好咧。但是若是剧团搁继续用过去唔对的方式来互囡仔认捌即个语言，安尼其实对即个语言是伤害。网络顶侪关心母语推广的民众嘛，希望文化部应该爱对表演的内容有要求。文化部针对即届资料无够的部分，向民众回示咧，讲未来会加强要求台语内容的品质。我阵若要邀请本来无咧讲台语的这个团体，因开始来练习台语，这是一步50%拍60%啊，甲100%。那个阵若伫个安排母语生活节的活动的时阵，实在应该是爱100%的台语才对啦吼。啊，这部分阮今年做了无够好的所在，啊，嘛是讲，搁再一次的甲大家讲抱歉安尼。文化部嘛表示，未来会继续鼓励更较侪团体做伙来参与台语的创作。嘛讲明年这个台语 flow 生活节会继续办落去，做到社会大众望的文化意识和全台语演出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